有咩事啊？李上尉，你太太同個仔都喺車度。唔好喊啦，好快可以翻屋企噶啦。橋門金屬線同上次單勒索案好相似。我真係同一班人做嘅，啲金屬線通晒入車底嘅電路箱，個炸彈威力相當之大。有冇話道德上面？呢間係貴族學校，佢哋勒索3名學生家長，嗰3個人都喺香港同新加坡做緊大生意。嗰班歹徒提出要求，要每人俾500萬美金。上尉，冇時間，去。上尉，超級地雷係美軍要裝備。阿健，小心啲啊！千祈唔好掂外邊嘅金屬線，會爆炸噶。對邊？睇落唔似好英文喎，故意整成咁，等我聽定。唔係啊，咁簡單，指埋你黃色嘅，冇理由咁容易嘅。攞放大鏡俾我。睇下，陷阱就喺度，一整條黃色線就會指埋有個金屬線。設計炸彈就真係個天才，天才家產啊嘛！等我哋。最中間嗰塊電腦板抄出嚟，陷阱就喺度啦！仆街啊！其中一條係接斷電嘅，另外一條就係攞我哋命，一接就即刻會爆炸，完全同買大細冇分別。李上尉，李上尉，李上尉，俾度打翻嚟，要同你講啊！爸爸，爸爸，你唔好丟低我哋啊！爸爸唔會丟低你哋嘅。阿健，你小心啲啊！我一定會救到你哋。喂，李健係嘛？你可以叫我做醫生。到底你想點？冇乜電錢我收咗啦，打電話嚟想睇下你死未啫。我諗你一定發現咗一條好幼嘅電線，係咪啊？冇時間，你話俾我聽，係剪紅線定係藍線？未夠鐘。上尉，夠鐘啦！到我求下你啊！放啲人自己一條生路啊嘛！生路？我打過咁多次仗，出生入死，冇人話我係英雄，反而所有嘅人話我係行屍走肉。邊個俾我生路啊？仲有20秒咋？唔使打仗就可以升官嘅優秀人才。人到立場，你話我知，係咪紅線？人是要靠自己的。醫生，醫生。你同知啦！冇事啦。